哦，几公斤的肚子，这样一天日积月累，那你一次装个10公斤，小孩应该没那么大了，大概几百几千克这样子。你这样子背着一个几千克的，你这样走路哈，你不要几分钟，其实都很烦，更何况要背10个月。那背完10个月，第二个是临产受苦的哦，临产受苦，恩也难报。要生小孩不是那么简单，人讲生会过的麻油芳，生不过的四地方呢。在生产后学也其实深深的感受到要生产的痛苦。从自然产，第一胎真的是要生小孩，真的是非常痛苦，要30个小时别人你看那种人家那种产妇一个都推出去了，然后生完又那个出去了。他后学都在那边待产，一直痛30个小时还不能生。那第二胎就没办法，痛了3天。